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1日。何西阿书14章40安尼讲：我要医好伊的背叛，我要白白听因，因为我已经对因煞我的生气。三角来祈祷，要医好阮的背叛，煞对阮的生气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阮当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用专一的心来敬拜你，尊重你，学了你的名。主啊，你是全地的主宰，你的国度存到永远，你的权柄直到万代。你所行的拢是信实公义，你的慈爱永远直直。主啊，我要用一生来学乐甲敬拜你。主啊，我常常偏离你的道路，无遵探你的诫命，活伫家己的私欲内面。主啊，求你赦免阮，互阮无搁倚靠家己，乃是单单倚靠你的怜悯甲恩典。主啊，因为你要医好阮的背叛，你要白白听阮，因为你已经对阮煞你的生气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